오야, 다닌다 남기는 시체. 잠도 공부다, 생기 공부 니체. 다니 도마. 아니 잠도 공부디 소라.那我在上课之前呢，还是先观修皈依及发心，来调整我们上课的动机。那我们首先观修皈依，那请观想的对面虚空有导师释迦世尊，世尊两旁是持世还有文殊等八大水佛子围绕。那在他们的下方，请观想最主要的修行教授是智他幻，智他幻出自于吉天菩萨的入行论，所以我们观想吉天菩萨。吉天菩萨的四周是龙树还有五浊等26庄严，或是17大班智达等印度的纯真祖师围绕。在他们的下方，请观赏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的四周是一切藏传还有汉传的纯真祖师围绕。在他们的下方，请观赏尊者。尊者的四周是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围绕。请观想，他们都是真正的佛。他们能够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修学了成佛的方便、灭地以及道地。因此，我们的正皈依就是法宝、灭地和道地。心绪之中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普特伽罗，无论是声闻圣者、缘觉圣者，或是大圣圣者，都是我们皈依的助伴。在了解三宝之后，我们就自成了皈依三宝。而且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忘记和三宝做祈白。我们皈依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今生以及来世的安乐，也不是仅仅为了能够获得解脱。我们皈依是为了一切有情都能够承办佛果位，然后为此而皈依。
也行，嗯，好的呢，老师，那你讲究什么过嘛的？观修完皈依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观修发心。那发心也就是升起唯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我们最主要呢是要去思维为什么要升起菩提心。那可以从5个科判来做思维。第一个，为什么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这又可以分3个部分的来思维。第一个呢，因为一切有情在过去世都曾经当过我们的母亲，那在当母亲的时候，就如同今世母亲一般，放弃一切的生财受用，照顾呵护着我们，所以由此而对一切有情呢，升起念恩以及报恩的心。那报恩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第二个呢，就像我不想要痛苦，无论是生老病死，或者说像是苦苦、坏苦、辛苦、伤苦的痛苦，那一切有情呢和我一样，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所以为此我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苦乐呢，都是关待于他人的缘故，所以为此呢，我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第二个科判呢，就去思维到说，那我想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那我是否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呢？那会发现说呢，我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因为要如实帮助一切有情，或者说一个有情呢，能够让他获得就近的安乐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有情的根器、圣洁以及希愿。但无论呢是我，或者说像是居力天神、梵天、地势等等，或者说像是具有地道功德的声闻缘觉等众，那他们也不具备如是的能力。那第三个科判呢，就去思维到说，谁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呢？那唯有二资粮圆满的佛，因为佛陀呢二障已断，而且圆满一切的断证功德，所以他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有情的根器、圣洁以及希愿。那第4个科判呢，就思维到，那唯有佛呢，才具备成败一切有情安乐的能力。那我是否能够成佛呢？那我们就看到像是导师释迦牟尼佛，或是过去像是迦叶佛、燃灯佛等等呢，那他们在因地的时候和我一样，所思皆烦恼，所行皆恶业，但是为了他们升起了慈心、悲心、菩提心，然后透过精进三大阿僧祇劫累积资粮之后，最后呢能够承办佛位。所以由此呢，我知道佛位呢并非是无因而生，因为如果佛位是无因生的话呢，那它就是常法，我们就不需要辛苦的呢去修学地道的功德。那同样呢，佛位呢也不是不顺因而生，因为一切的有为法呢都是由相顺因而产生。那第三个呢，佛位也不是个别因而生，因为像是种子生苗芽呢，都需要各种因缘和合才能够产生。那更何况呢是圆满正等正觉的佛位。那我们知道说，要成佛呢，需要透过智慧之粮断除恶障，但是要有智慧之粮断除恶障呢，需要以菩提心作为依靠，所以为此呢，我要发起菩提心。那第5个科判就思维到说，那我如何升起菩提心？也就是叫我一天260中一切的行住坐卧，乃至一呼一吸之间所有无忌的这些行为，那我都祈愿一切有情从现在开始承办佛位，一切有情从现在开始累积成佛的因。我从现在开始要承办佛位，我从现在开始要累积成佛的因。那请做如是思维。
뭐야? 다 된대 지체. 다들 장주성 공부디 제 다들은 먼저 장주성 배 동발이다. 알았어.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受持菩萨戒，라마 저 세제는 上师诸佛及佛子，다라 공부 제도서祈请哀悯意念我，지들은 게 되시게如其往昔诸如来，장주 돈에 깨바다. 从于升起菩提心， 장주 선배 라바라. 菩提萨埵诸学处， 에다 름신 내바다. 如是次第善安住， 다장 졸라 편된도 如是为利有情故， 장주 선내 깨기시. 愿我一发菩提心， 장주 선배 라바라. 如其所学诸学处， 름버신도 라바라키. 亦如次第能修学。 라마 저 세제는 上师诸佛及佛子， 다라 공부 제도서 祈请哀悯意念我， 지들은 게 되시게 如其往昔诸如来， 장주 돈에 깨바다. 从于升起菩提心， 장주 선배 라바라. 菩提萨埵诸学处， 에다 름신 내바다. 如是次第善安住， 다장 졸라 편된도 如是为利有情故， 장주 선내 깨기시. 愿我一发菩提心， 장주 선배 라바라. 如其所学诸学处， 름버신도 라바라키. 亦如次第能修学。 다데네레 선배가서 천지 선배도 만나봐 답하지 토송 삼바치 엄마도 봐도 토바 코는 것도 패송 삼바치다 대대비 달라마 자와 세단 제가 탐비 달라 공수 지당원지 디신시 받아주 마양다 봐서 벌성게네 천주 도끼바다 천지 선배 줘봐라 라바다 천지 선배 돈발레네 티낭시 나의 원주야 다장 좋아주 심지어 탐지기 체도 아니 심지어 천주 선배바다 천주 선배 줘봐라 라바인데 천주 선배 돈발랭게 삼바치 어다 천주 선배 줘봐라 출신도 럽게 삼백게 어다 되듯이 공부시켜래 那第三遍呢，念到亦如次第能修学的时候呢，我们观想我们要是未曾受过菩萨戒的话呢，那就在心绪当中升起清净圆满的菩萨戒；要是已曾受过菩萨戒呢，那请观想我们的菩萨戒呢不断的增长圆满。那在念前面偈颂时候呢，我们就祈愿所有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以及十方三世诸佛呢，就是意念我，倾听我。那今天呢，在你们的跟前呢，受持菩萨戒，如同往昔呢，你们升起菩提心，然后修学菩萨行。那从今天开始呢，就是为了一切有情的缘故呢，我要发起菩提心，如同你们一般呢，来受持菩萨戒，修学菩萨行。 라마 저 세제는 上师诸佛及佛子， 알아 공부 제도서 祈请哀悯意念我， 지들은 게 되시게 如其往昔诸如来， 장주 돈에 깨바다. 从于升起菩提心， 선배 라바라. 菩提萨埵诸学处， 에다 름신 내바다. 如是次第善安住， 다장 졸라 편된도 如是为利有情故， 장주 선내 깨기시. 愿我一发菩提心， 장주 선배 라바라. 如其所学诸学处， rim버신도 라바라키. 亦如次第能修学。다 되래. 다 뒤제라야 장주 선배 돈발렘바데 하장게 좋아게와. 가와 kumbatire.
아니 다 대답이 된적이 밀려는 거지. 또 대화침에 계획 신년되지. 대답이 천주선배 돈바. 어다 응란족이 라마 섬이 메자바 망보자네. 아니 왕 다 망보 쉬어 동아가 최 망보 쉬어 된도 탐제기 라마 탐제기 공부돼야 천주선 공부되래. 다 응란족 천주선 공부돼 단다 응란족. 여러분이 공사 초를 하고 천주선기 돈반 농문에 천주선기 돈에 냠용의 돈에 쉬어봐이나 공사 초를 하가 패지 가보다 지래도 왔다 콘서트 라 믹스에게 전주기 sem기 토기 냠시는 모습을 배 할래봐 당 가란조 그 대답이 전주 셈뱅 가란조 창말 라마치기 로마래 팀등 간조 창말게 라마 대답이 되는 전주 셈기 냠래 체단디 소소기 녀야기 퇴외 퇴섬 공숨 제하기 고급 유 된대기 자침보 유디 간조 전주 셈베 돈발래 전주 셈 마곰나 되는 간조 다 제마 먼저 갈래 가보시고 차차로 단단한조 튕긴 창 개개 말려봐대 오 된대지 차디요 뒤도 대답이 찾으면 고민해 아 내가 개와 상부이 상부지 된대지 돼 어다 된대지 돼 디제들 다 대답이 찾으면 줘봐다 문개와 류이군의 심전을 넣어봐라 나이군의 심전을 넣어봐라 이군의 심전을 넣어봐라 좀 동안 너나 롱아 이순기군의 심전을 몇번 받아 넣어봐 조세기 지금에 펜바단 대화 바시도 버치기 삼바치기 어다 된대지 공바시 那接下来的寄送呢，我们就思维到，就是最主要是让我们升起对于菩提心的永汉心以及欢喜心。因为呢，人生难得呢，那我今生语的佛法难闻呢，我也已经听闻到，而且呢，我们只遇到了更难只遇到的大乘善知识。那我们在许多的大乘善知识的跟前呢，就是能够听闻以及呢受持菩萨戒。那在这么多的善知识里面呢，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以现在来看呢，就是呃，对于菩提心教授呢，最善巧的呢，就是尊者。要找到比尊者呢还要善巧，菩提心教授的呢，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有机会能够在尊者的跟前呢，就是对于菩提心的教授能够闻思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呢，好好的来听闻，并且好好的修持，因为之后呢，可能呢就会越来越困难。那所以现在呢，有幸能够受持到菩萨戒呢，我们内心呢一定要觉得说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那升起欢喜心之后呢，那最后的寄送在念诵的时候，我们就思维到说，那既然受持了菩萨戒，那我就要尽我的身口意的行为呢，不去伤害任何一个有情，然后尽我的能力呢，尽我身口意的力量呢，去利益一切的有情。哦呀，听得到这地步有，今我此生不虚度，没什么了不头，今我善来人中生，连上界人数界，今我生于如来家，上界岁数大就多，成为如来亲长子。上界是他年他给今年讲，无论如何，我至今人家准备来怎么的，当勤负荷此家业，专门准备人的啦，勿令所行有玷污，要我们就得点讲，于此无垢尊贵种。哦呀，他定的是切。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你得说。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持之菩提永不移。我以所学说法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持之菩提永不移。我以所学说法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
诸佛正法显身僧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学受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天。哦呀去，哦呀，那得一起去。哦呀，他的呢，他salam是吧？他 salam 的，salam 啦，他냠제你定义讲说没别讲了，他搞完来说，냠제你的多差，先讲了的多差了吧？long，嗯。다 고람고 고디 고람고 고디 조차래 다 고람라야 냠샤 냠제 니체 딩잉이게 나네 딩이 가노 마임베 고람도 솜 냠샤 이셰라 토람다 고 가자 냠샤 이셰라 고람 바체 메람다 남드람 딩이 가노 마임베 고람 냠샤 이셰스 오다 두즈체 안에 조단데 찍바래 다 고람 바체 메람라야 야 고람 바체 메람라야 아니 바로 바체 메람 코르쿠 안에 남들람 korku da dozu jure da di shodan chen ni ju za sum 23页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今天从地道的第23页呢开始做解释。那上一堂课呢就讲到说，就是声闻修道的这个性相，并且讲到呢就是分为三者，就是声闻修道的这个根本智、后得智，还有非彼二的这个声闻修道。那其他的呢就是以此类推。那所以我们也讲到呢，就是声闻修道的这个根本智呢，还有分为这个9个无间道，还有9个解脱道。da dire da nyende ge lam ge choba thar chimbe ngondo nyende ge milo lam ge tsinis da nyende ge lam ge choba sedu lam ge choba sedu ani la cholam ni so de nyende ge lam ge choba sedu nyende ge changju nyende da chimbe jibu topche du lam la loba de la nyende ge lam ge choba skwal cheza da nyende ge da chimbe jibu topche du 아니 다쯤 베트부 톱체도 아니 방자 림기 봉체도 점밤 아니 방자 림기 다 봉체도 람라 로바데 탈침바 다 로바 탈침바서도 로베야데 조바 다 로베 탈라친데 아니 로바 조바래 자주 탈랄레인데 자주 바게 자라 어다 디나시네 음 어디인데 에 어디래 일람기 년되게 람기 줘봐 타침바스 당원도 시도 원버도 봤을 람다 둔치로와 제가 년되게 다준비 년되게 람기 줘봐 타침바라도 된다 년되 다준비 지부 톱치 도스 아니 년되게 람라 로바 타침바 어다 tar nam chimbana ani koi kansa de 년되 다줘 버려 그래스 코에규게 람데 년되 밀럼라 그래스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下一段呢，就是声闻道尽成就近圆满之声闻现观，是声闻无学道的这个现象。那声闻道尽成呢，那尽成所指的呢，就是我们为了获得呢它的果位，也就是声闻阿罗汉的这个果位。那为了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呢，那我们在修学的这个过程叫做进程，所以进程它指的是有学道。所以讲到说进程就近圆满呢，也就是有学到就近。那有学到就近意思呢，就是你已经学到了就近圆满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学习一样。就像是说我们到了大海的边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到了上岸的时候，就已经远离了大海。所以讲到说进程就近圆满呢，就是我们为了获得声闻阿罗汉的这个果位呢，所以我们将所要学习圆满，所要断除的烦恼呢，断除圆满。那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获得进程的就近圆满。那这个声闻现观呢，我们之前讲到说，现观就是道的意思。所以当能够进程就近圆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声闻的阿罗汉。那他心绪当中的道呢，就是声闻无学道。년대기 세대 지다 가르스고레스나 년대기 람기 쪼바 탈침베 온도 슬랍디 년대기 셰베디 곰바부 강사디 땡기요래 곰바부 강사 년대기 강사디 is
강사 다 텐데 강사 되기 년도기 람라 총람네 송데 당보 강사게 다음에 안내라 튼중게 로게 총람게 내가서 테네 조람게 내가서 아니 총람게 내가서 튼중다 삼중게 오늘 고람게 내 조람게 내가서 검중게 대답이 강사게 다음에 미비 검중게 영화데야 무슨 게 디야 곰네야 타르토도 코탄다 토바인자 콜라 세나 타토바 요마레 콜라 세나 타토바 용야게 체도 검중게 영화 타카랑 미푸니 코야 배전체는 검용데 타르토 텐데기 토바텔라 무슨 게 영화 쪽 텐데기 무슨 게 영화 때네 아니 군다디 방자 군다디 방 로아 통람게 무슨도 사도 통에 갑델라 아니 쿠pan자 군다 de pang ngindu kunda de pang de ta bu ngusum do panja kunda pang cha ne ngindu kunda pang cha be jela tende yu ngusum gi nyongwa ti gi ani nyongwa sa do thongsin komba cheba kolam di panja kolam komba poya gi che tu ngindu komba poya gi che tu ngusum do sa do thongwe ke lam kolam kom tende be gi kolam di gi gyun kom ne ani panja komba pang de kolam ge tama kolam do je ta be tingin si 어야 강사게 당지 충충 인립 충충 카드 방데 디 응원이 년도기 고난 도제 답이 띵인지 대검 발람 고난 받체 말람 첨보래 디 검네 디 장베 남들람 토빈데 아니 년도기 람게 줘봐 탈침바 서도 탈친당디 다가랑기 년도기 람게 줘봐 탈침베기 낭로 직제 디기 낭로라 사람기 고 총람네 송데 얘게 다좀 베트고 마토게 봐도 람기네 차상 지디나라 되셔야 요래所以呢，这边我们一开始讲到声闻道进成就近圆满。那在藏文里面呢，是讲到有一个声闻的道进成就近圆满。那声闻的呢，这个的字呢，就表示说这个修学的普特伽罗呢，它是声闻。那这个声闻他所学的这个道呢，他的有学道到就近圆满是经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那就是在子两位的时候呢，升起闻慧以及思慧。那到了加行位的时候呢，加行道的时候呢，那他升起了这个修慧，也就是呢，获得了这个紫光双运。那虽然这时候呢，获得了紫光双运，不过呢，此时的紫光双运呢，还是分别心的这个体性，还是掺杂着一共相呢做通达，所以还是无法就近明现。那透过不断的修持之后呢，那他什么时候能够就近明现的时候呢，那就进入了见道位。也就是能够现前通达。那在现前通达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正对治呢遍计的这个烦恼障，然后呢断除见道所断。那虽然说在见道的时候呢，已经断除了这个遍计的这个烦恼上见道所断，但是对于说具身的这个烦恼上呢，还没有断除的缘故，所以为了能够断除具身的这个烦恼上呢，那在见到就是最初通达就近明现的这个现前呢，在不断的呢去做修持，那透过呢就是九种修道呢，然后不断的呢去对治这些具身的烦恼上，那到最后呢，透过金刚预定三摩地，也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无间道呢，它是上品上分的这个无间道。那以上品上分的这个修道无间道呢，去对治细品细分的这个具身烦恼上。那当正对治之后呢，第二刹那断除的时候呢，也就是升起解脱道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承办了，就是声闻道的进程就近圆满。所以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呢，但是他已经把所有声闻的这个修持呢，完全含摄在里面。아 되게 내 값으로 년도에 샤바되기 공부를 강사한테 땡겨요. 타르침배 온도 세야디 대답이 공자 타르침배기 온도 년도에 남기 방자 말로 방배기 아니 남들람 대당 남들람 대당 다 타르침배 온도 타르친당디 사변의 제바 방바 년집 사변의 제바는 방바 타르침바 그래서 년도에 남기 아니 남기 제바 타르침바스 다 딜라야 디캅소 지당 덴데직 요아레 라단지 팔친기 값소 야 민다단 디캅소 민다바이나 년데게 람게 줘봐 타친도 년데 다좀 베트부 토윈디다 년데 부가 년데 기릭쟁기 강사테 아니 년데 남 방바티 있잖아 콜란도 제타 베팅이 징기 장베 남들람 카드 톱소나
강사대 년지 방바 강사대 년대 자주베 강사대 년대 자주바래바 강사대 년대 자주베 드부 토바 강사 디 귤라 아니 강사대 밀로바 차바 년대기 밀로바래바 어코이 귤라 년대기 밀로람 타다가베 년대기 밀로람 깨바 대조 강가 튀냠래 그래서 튀냠인데 나데레서 대조 강가 튀냠래 빼는 년대기 리제 당보 년대기 리제디 당 년대기 권랑 도지다베 띵이진데 받쳐 매람로 코에 장배 남들람 카드 도선 코 년지 빵바 그래서 년지 빵바 다디가 냠도 자긴다 년지 빵바 근데 강사디 아니 카레샤 니바 카레샤 년지 빵바 아니 다줘바 강사디 다줘바래바 아니 강사디 다준비 드부 토바 아니 강사디 밀로바래바 아니 강사디 교dem 년디 밀로람 깨바 아니 강사데 타르바 토바 강사데 코알레 쳐바 디조 강가 듄디 냠도 듄지레 다디 신소나 아니 랑게라 티나시 자규레 그래서 오다들 디사르베 미달라 拉手很写哦。那所以呢，这边讲到声闻的道尽成就尽圆满了，所以这个道呢，它指的就是说能修的这个道，能修的道呢尽成就尽圆满，所以它能修道呢，最主要呢指的就是无间道。当无间道到达圆满的时候呢，那他就是获得了声闻的这个无学道。所以就像刚讲的，就是在最后面金刚预定三摩地的时候呢，他还是无间道。那无间道呢，它什么时候断除了这个细品细分的烦恼障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进入了解脱道，那也就是成为了这个声闻的这个无学道。所以什么时候呢进入解脱道的时候呢，在同时呢就断除了这个烦恼障。所以在有一些在现观的时候呢，就有特别讲到呢，就是所谓的声闻无学道呢，那在讲它意思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同时呢，何时获得声闻无学道的时候呢，那也就是同时呢断除了烦恼障，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会同时断除烦恼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行者呢，我们讲到声闻的道，声闻的道的这个声闻呢，指的是修学的补特伽罗。那在同时呢，补特伽罗呢，他成为了声闻的阿罗汉。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同时呢也获得了声闻阿罗汉的这个果位。第三个是同时获得声闻阿罗汉的果位。那第四个呢，此时呢，他心绪当中的道呢，称之为叫做声闻的无学道。那同样呢，这个获得声闻阿罗汉果位的这个行者呢，也把它称为叫做无学道的行者。那这五个呢都是同时。那除此之外呢，那同样在同时呢，他也获得了解脱，或者说在同时呢，也可以说他脱离了轮回。那这些呢，就是和声闻无学道同时的一个能够获得的这些果位。那声闻是如此，那同样到圆觉的时候呢，也是一模一样的。오다들 다 뒤인데 냠도 찌투나 뒤인데 냠도 찌투바이나 아니 고아데 냠도라 그러시 고아레 좋아서도 가두이나 타르바토바서도 가두이나 인지 방바서도 간데이나 자존바서도 간데이나 카가카가자 그러와 오다디 말해 그래서 오다디 인디 니드네 직 티가 나서 那所以就是上述所讲的这七个呢，七种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果或者说果位也好，这七者呢是同时承办的话呢，我们要是能够有这样理解的话呢，就不会说哦，那到底呢一个普特伽罗呢，他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解脱？他什么时候呢能够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他什么时候呢承办阿罗汉的果位？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当这个这七个呢都能够了解的时候，只要说这些都是同时的话呢，那我们之后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니바 카레레 샤니다라 你也退扎重吧。 당보디 인지 방바체 니바디 자존바체 아니 숨바디 扎重被折不透吧。 음
西伯的卡来想，米洛朗，你推给米洛朗，那米罗朗头吧，米罗巴，米洛，昂啥的米罗巴去，阿巴迪米洛吧，阿巴是米罗巴去，那出巴卡来想，他巴透吧，嗯，明白，过来着吧，科瓦雷卓吧，那这个这个头，娘的头吧，朗。那还可以加上第八个，就是获得涅槃。呀，年纪帮不起，俺打准不起，没人打准备，这不头不起，俺没罗啷起，俺没罗巴，没罗巴起，他不头不起，俺娘的头不起，俺他这娘的头把咱们这个啊，可是那是娘，我当不的他这娘的嘛都找什么的，这朗。样的是的，是的，那第八个呢，我们就讲到说获得这个涅槃的时候呢，那当然这个涅槃指的是有余涅槃，因为在获得无余涅槃之前呢，一定要先获得有余涅槃，所以这个同时获得的涅槃呢，指的是有余涅槃。哦，对的，他等于讲啊，嗯。我的给good啊，good 呀，他念的给唐不过你去送过去的，good，叫你们一定写啊，那就是这边人们线呢，就是在群组里面呢，就是有写下来。那我就是再翻一次。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获好嘞，得呢，念的光朗多记得被定义成你长辈那么多人拖把死过了吧？让让就的，让那时候，那就是呢，这10个呢是同意的。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声闻的这个修道金刚预定三摩地引申之无间道，就是我们何时获得呢？声闻修道金刚预定三摩地引申的无间道呢？那这是第一个。那获得就是获得声闻修到金刚玉定三摩地引申至无间道的同时呢，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断这个普特伽罗呢，他断除了这个烦恼障。那第二个呢就是成为阿罗汉。那第三个呢就是获得阿罗汉的果位。那第四个呢就是这时候他心绪的道呢称之为叫做无学道。那第五个呢，所以普特伽罗呢称为无学道的行者。那第六个呢，就是获得解脱。第七个呢，就是脱离轮回。那第八个呢，就是获得涅槃。那第九个呢，就是获得这个有余涅槃。那所以以下的这9个呢，和第一个呢，就是获得声闻修道金刚预定生活地引申之无间道呢，那这几个呢是同时产生的。哦，对的，他的先说呢，他让给了结果这样解决的，他让给了开始讲过的是呢，让给了呀，俺大个人让给给 reject test，俺让给给光了多久特别定义字，俺让给给光了多久特别定义字给他们那么多人拖把当，俺刚才的原地帮吧，俺大众把的吧，大众被支付拖把，没落浪拖把，没落吧，刚才的没落把的吧，他把拖把，快乐拖把。娘的拖把，他这娘的拖把，他的确的这个这样的做当，他是让给了地方了，南北去，俺收起了东西给拖把帮吧，不定样都就去跳把这个来怪的，的恰个来。那所以在这边呢，就是
我们了解了声闻之后呢，那同样呢，就是缘觉呢也是一样。那在讲缘觉的时候呢，那就提到说，获得缘觉修到金刚玉帝三摩地引申之无间道的这个同时呢，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就是获得缘觉修到金刚玉帝三摩地引申之无间道的同时呢，那它有几个就是会同时承办的果位呢？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普特伽罗呢，他断除了烦恼障。那第二个呢，他成为了这个圆觉的阿罗汉；第三个呢，获得圆觉阿罗汉的果位。那第四个呢，这个时候他心绪的道呢，就是圆觉的这个无学道。那普特伽罗呢，成为圆觉的无学道行者。那同时呢，他也是断除了解脱，他也是获得了轮回，然后呢，断除了解脱，以及获得了涅槃，然后这个涅槃呢是有余涅槃，那这些都是一样。那可以加上呢，就是第十个呢，这个时候呢，它断除了呢，就是色外境成立的这个执着，所以它可以加上第10点，就是色外境成立的这个执着。好的，他提前一呢，这个呢，죽지 도와 죽지这个呢，양자직 넘베갑 시티 방법에 넘베갑 그래. 그래서 다 시티 방법에 넘베갑 다 시티 방법에 넘베갑这个呢，상계법에 넘베갑 안다 가라네. 그래서 다 배나提前 태면게 남라 균이 쇼마뇽의직提前 총提前게 릭젠지이나 균이 년도다 좀 릭젠지 임바이나 타고提前게 고랑 도제답에 띵인진게 탐베 남들람 토바탕스 아니 강사데 태진게 강사데 아니 년지 빵바 다좀바 레바 다좀베 드고 토바 멜로블람 토바 멜로바 아니 타르바 토바 타고 타바다 탐지 켐바 토바 쓰고 탐지 켐바 토바 쓰라 그래 타르바 토바 라야디 삽들라 탐지 켐바 토바 쓰 제그리 아니 코알레 토바레 고레 냥데 토바레 고레 라제 냥데 토바레 기요레 다 디간라 카리요레스나 소추르 든지기 토바 빵바데 랑자체 디간나 시디 빵바 상게바 오다 테레那如果说就是变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和缘觉和声闻就是修到金刚玉定三摩地呢引申无间道同时呢会产生下面9个同样的这个果位嘛。那在缘觉的时候呢，我们加上第10个呢，就是断除呢色外境成立的这个执着。那如果是变为大乘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再去做这个再去增加。那前面也是一样，就是在获得呢大乘修到金刚玉定三摩地引申无间道的这个同时呢，那这个时候呢普特伽罗呢他断除了，就是前面几个都是一样，他同时。那这边指的大乘者说他没有修学小乘道，他就是一开始呢就入大乘的这个普特伽罗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他心绪当中呢，就是同时呢断除了这个烦恼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成为大乘阿罗汉，那第三个呢就是证得阿罗汉的这个果位，那第4个呢就是他心绪的道呢是无学道，那第5个呢就是他成为无学道的这个行者，那第6个呢就是我们第6个一开始我们讲的是说这个获得这个解脱嘛，那这个时候就把获得解脱呢改成获得这个一切骗智，因为它这个解脱跟一切骗智是同时获得的。那第7个呢，同样的我们就讲到说从轮回当中脱离，就是脱离轮回。那第8个呢就是获得涅槃，第9个呢获得有余涅槃，那第10个呢就是断除呢色外境成立的执着，那第11个呢就是断除这个所知障。那第12个呢，就是成佛，就是可以把这个在往上呢再去多加几个不同的这个功德。맞지. 이제는 시리 방법이 상계 받지. 아니, 상계 받지. 안남게 다 디나로 페이지 뒤로 살 디나로 마두바 메두 테젠라 사 당게 디강라 타르바 토바 디강라 탐제 켐바 토바 디자
다 디강라 아니 수치를 든지기 똑바 방바디자 다 디강라 아니 택jen라 믹스에 켜바도 파바 카레요르스나 시디 방바 상게바 미네베 양데 토바스 미네베 양데 토바스라 그래 아니 다가나시 아니 남겐 토바 구시 토바 다 구시 토바람나 차산티나 뒤도 그래 상도 다 되래 다 디강라 총고고와 중요한 말다 총고고와디 망부지 투르고 해서 총고고와디 가르치는스나 상계차네 아니 구시 지자 동원도 제차나야 아니 총고고고요 말 총고주고에 강사라 초고 두고 인고 초고 두고라 개론 인고래 상사도 개마 타고 될라 하마도 사요 말해 그래서 하이 세상 하이니 개론 인기 요 말해 어디기 상계마 타베기 아니 남켄티 아니 총고고에게 다게인 라고요 남규 두자리 제스므로 총고고와라 총고고에게 다게원도 토고레스 남게 토고레 남게 토고야디 가레스나 상게마 타베기 남켄디 남게 기지 당보차 되니 아니 잠불링디 초고 두고 겨와셰인디 아니 잡아칭이 최견인디 아니 겐 총고고와 도즈 찌기요레 어디인디 다딩에 냠도 셰바레 다디 냠도 년데 다 준비 자르당디 냠도 셰서는 망부치 고쳐두고 와 어티레 다 지워지겠어 라소 년달라 내가 소란那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说，就是刚刚所讲的是声闻。那在讲缘觉的时候呢，那缘觉呢，它就是在此之上呢，加上就是断除呢涉外境成立的这个执着。那在以大乘来说呢，它就是把第六个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呢，就是改成了获得这个一切遍智。那后面呢，就是那后面呢都一样，那不过呢，就是在涉外境成立的执着之上呢，我们再可以加上就是几个大乘的这个不共功德。那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断除这个所思障，第一个呢是断除所思障，那第二个呢就是成佛，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前面有讲到涅槃，那不过呢第三个就是获得无住涅槃，因为无住涅槃呢唯有佛呢才能够承办，所以第三个呢获得无住涅槃，那第四个呢就是获得一切遍智，那第五个呢就是承办世身，就是获得这个世身，承办佛陀的世身。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就是混在一起，他们会认为说，承办佛陀世身的时候呢，是否就开始转法轮？那在第一刹那成就第一刹那一切遍智的时候呢，它是无法转法轮的，因为我们讲说要能够转法轮的呢，一定要是比丘身，就是最胜应化身。唯有最胜应化身呢，虽然佛有很多的化身，但是只有最胜应化身呢才能够转法轮。那只要是最胜应化身的话呢，一定是比丘身。那在最初承办世身的时候呢，一定是天身，就是指这个天道的这个所依身，并不会是人道，因为比丘一定要是人道所依身才有办法成为比丘嘛。所以第一刹那的这个虽然说承办了世身，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办法转法轮，所以我们会说，第一刹那的一切遍智呢，它能够成为转法轮的真上缘。不过在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开始转法轮。我的这就是看了一下，康迪给等到道这大部定年前嘅长辈南咗南头吧，你康嘅长把时候的他。자게게치기조당을 다 디다 자게 치기 호디 장바 디기 남조란 디기 무나 샤고이나 미나 남조람기 제라 샤고이나세 또 그런 도지 답이 띵인진기 장봤어야 돼 남들랑 네 알레 점체가 띵아디 추샤 라서 아디 추샤 내空팔라 도스고 띵에 추대샤 랑就是想请问仁波切，隐身这两个字呢，放在无间道的前面呢，还是后面？那我这边就是修改一下，这边是我讲错了。他说就是获得声闻修到金刚预定三摩地隐身之解脱道，不是无间道，我抱歉，我讲错了，是隐身的这个解脱道。因为金刚预定三摩地它本身就是无间道嘛，由无间道所隐身的这个解脱道，所以大家麻烦改一下，就是获得就是金刚预定三摩地呢，引申的这个解脱道是解脱道，不是无间道。我前面讲错了。完了，这你都上是大概哪呗？大概这些大概是。拉苏了，他提的，
다 대인데 다 년도에 럽자지 하고서는 다 랑게데 레라 그래 당연 랑게디 로인다 다 랑게데라 이반이 당이반에 랑게 주부규베 연대도 시den제바 랑게 랑슈기 온도디 랑게기 사이 스니스 랑게 주부규베 연대도 시den제베 랑게기 랑슈기 온도디 랑게기 사이 스니스 다 랑게기 사스디 다 남규부 사 나무라 살라테네 추신기 로돌라 소바 케바 난시 랑게기 람데라 테네 아니 가르케기 그래서나 랑게기 람스디 랑게기 인중기 삼바 Rawa Kuala Never Junduki Samba Rangi Dajumbe Dibul Tomdegi and Jom Samba Choma Mahimba Senada Rangi Lamla Tening Injuki Samba Choma Mahimba Giora Rangi Te Tabu Kuala Tenduki Samba Choma Mahimba Takarangi Lam Dilla Tenis Ani Sama Dilla Teni Ani Dilla Teni Ani Yunden Tuma Sede Yunden Tuma Yungura Tambu Kuala Never Junduki Samba Choma Mahimba Ke Koala never junduki sama choma mahimba ke yundi, any delatene koala troegi bezun chigiri. Koala troala bezun chavala, any nindri pamba bezun chigiri. Nindri tamam bezun chidi, and Toma nindri pamba nindiki nyambo, and tambo, tamela maybe tunju, and suchiru tunzi, tatanda kap the babarangela yina, suchiru tundu trubeke, ton la mibe, tunjungilo. Ani samjungilo, tene komjungilo, ani tene komjungilo tene, ani musumgi nyawa tolam. On two the chin and a column, two the chin to go in the rangi to be yunded to me shidin chabas, rangi to make you be yunded to me shidin chedandi, two to chin, tendechi samlotana, coade coatata drogiore. 那所以我们在了解了就是声纹的这些果位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来学习这个读诀的话呢，那也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它跟声纹呢基本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就讲到说第二个呢，就讲到说读诀地的性象是什么呢？那读诀地就讲到说呢，作为治国众多功德的所依基础之读诀入道的性观呢，它是读诀地的这个性象。那所以讲到说呢，治国，讲到说治国的这个众多功德的所依基础。那治国呢，就是我为了呢能够获得这个独觉道的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果位呢，所以我要去修学呢独觉各个的这些功德嘛，从一开始的就是入道，然后资粮加行等等，一直往上呢。那我要获得果位的时候呢，那在获得这些果位之前呢，一定有众多的这个武道的这些功德嘛。所以作为治国众多功德，那作为这些的所依的这个基础呢，我们就讲到说，为什么叫做治国？就像是大地呢，它能够成长这个果树一样，所以同样呢，能够为了获得治国众多功德的这个所依的这个基础呢。那这个呢，就是独觉地的这个性象，它就如同大地一般，能够滋长独觉的众多功德。这张你忙啊，当不大为告诉，让给这位就别的对面西天加巴斯的，他对那个先的修全部修因啥吧，对那个先是那么说的，先的修全部修因的，他没这位就别托是的，现在的这位的，俺那旁边就别。Mitaba Pumbe Dribujube Mitaba Sayanda Boda, that in Zokan, could Dribujube said to Malos Juan, the Chelos Juan Keja de Mado, and go Mogi Droagi Keja di Digitane, some lot of Sheda Ko Marva. Ta some Sheda Koto Marva. Chesa that digi Rangi Dribujuba said the Rangi Lamdigi Dribula and a Gawa Saba, the Saw Saba, the Driba Changwada, Tende Tawachiki, and a Samlochi called Gawa Drubia Dawaji, Tende Tawaji Cookie Dribujuba said the cookie chillos of Juan Samda, Cookie Dribujuba, Tende Taji Samlo Davaji Mado, called Kogumendua, you come Sheda Comenson, Tingela. To the Tatanda Samaya Wutandu, Ninjung is Samba de la Tene, Tambukare, Nende Tajum Dributum de Sambada. Toba Topchi to Zumbada, and Nindi Benata, Rangi Tarbaina, Rangi Tarba Tobayada, Sochiri Dinziki Toba Poyada, Dinzo Ponchi to Pon Topal Henge Ponada, Tijel, Tingaru to Kunda Ponada, Tingaru to Tosun, Tonson Gombacheba, the Tingaru to Tosam Gosum Droyada, Tinzo Kanga Karere, Ninjungi Sambe Ting and Dogurawa, Ninjungi Samba, Koala Neba Jundungi Samba Choma Maimbachi, Letasona, Teneta. 다 코알레 쳐고고도 다진 베지고 토고고도 코알 ninjungi 삼바당 타바텀데기 삼바당 코알레 텐데기 삼바선 개와민도와 제장 네버 중화세도 코알랑 네버 중데기 삼바 진인중 네버 중에 삼바
夸了捐大年，得了程度给三八，得了程度给三八修全部给完了，给没呢？啊，你得了得呢，啊，你当面光把的当面了没个，所去的这个东岸呢的，当然面对呢当面呢的，我到提前了呢，他就什么光把去年那个嘛了，他们研究的三八的给定呢，啊，你做个人家研究的三八定呢，做人家。第个落地个修个到底，啊你所去的这个到我帮呀的，所去的这个东岸光明呀的，他说看看，等你来用过呀了。现在的让个植物就被原点对面西点接吧，谁呀的西点接档的，啊都交在的讲了碰把那个下面的点把谁呀的呀嘛的，啊你呀俺老是中啊，七老是中啊，植物点咱们来上了嘛当去，夸点这个东西上了当然，啊你大研究个让给他们的嘞。这让给大家被直播把大都吐多啊！我天，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作为治国众多功德所依基础的呢，它最主要指的呢，就是指这个出离心。我们讲到说谛呢，独觉谛，那最主要讲的呢，就是出离心。也就是说，它其实呢，就是在菩提心之上呢，然后让我们的道的能力呢，它能够不断的增长，就是因为有了出离心之后，所以我为什么要有出离心呢？出离心它所要获得呢，就是希求解脱之心嘛。所以我们在讲说出离心、希求解脱之心，或是断除轮回的心，它彼此并不是相违的，它指的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我升起了出离心的时候，我想要希陀解脱，或是我想要断除轮回的时候呢，我才会开始去追求它的这个果位。所以，为了获得果位的缘故呢，我开始去做听闻，然后开始去做修持，乃至于说有了修力之后呢，我再去现证，现证之后呢，再去断除就是烦恼上等等。那由此呢，不断的增长。那在哪里呢？最主要所谓的基础呢，就是从出离心开始。那一开始在学习地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对于社类学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熏染还是比较强嘛，所以在讲到说作为治国众多功德的时候，看到治国的时候呢，内心只会现起来，就是说这个果之前的这个因，就像是我们讲说作为瓶子因的这个无常，或是作为什么因的这个作为瓶子因的这个泥土等等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因的时候，讲到因果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它的前刹那；讲到果的时候呢，就是后刹那。但是在这里说，作为治国众多功德的所谓基础的时候，它并不是以这种前刹那的这种方式去理解，而是指说出离心呢，它的体性呢是能够不断的增长，那增长到最后呢，它能够作为治国众多功德的这个所依。所以这边的这个独觉谛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说，这个谛它指的呢，就是指这个出离心，就是出离心呢，它的体性呢能够不断的增长，那它的能力呢会变得越来越强，是以这种来做理解。那这边讲到说众多功德的所依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学像是社类学的时候呢，讲到所依的时候，就认为说像是桌上的这个瓶子，所以桌子跟瓶子两者之间呢是能依所依的这种关系。那同样呢，这边指的这个所依呢，也不是这种意思，而是说像是以独觉来说呢，他想要获得果位的时候呢，那他就是有了出离心之上，那他要获得其他众多功德的时候呢，那他想要获得他的果位的时候，他所要获得的呢，就是通达色外境成立空的这个了知。那或者说以声闻来说的话呢，那他想要获得果位的时候，他就是在出离心之上呢，他为了获得他的果位呢，所以他要去了解无我嘛。所以由此来说呢，出离心是作为治国众多功德的这个所依，所以他在理解为这边我们在提到治国，或者说讲到因果的时候呢，就是提到治果的时候，不要以因果那一种前刹那为因，后刹那为果的这种方式做理解，或是讲到所依的时候呢，不要以这种桌上的瓶子呢，那桌子跟瓶子二者是能依所依的这种方式来做理解，那就是以这边想的呢，就是以独觉谛呢，指的就是一开始的就是出离心，因为一切功德呢，都是依靠着出离心才能够增长的缘故。谢谢。你的你白忙不歇，你的了忙不就是对了，他在呢，其实他第一点呢，按照了夸看得起上了当然多哎，其实他点的赢吧赢呢，让给支付就被原的对面西点几百两手银行多那什么。
ane rangi ke lam shu ngodo de rangi ke lam ki tsingi ta chida ne nginjungi ane rangi dubu jube yonde dume shiden jebe lam shu ke ngodo de lam ki tsingi sha ta nyende ke lam la jadu rangi dubu jube rangi ke lam shu techen la jadu tik pare ta digi tik ni ngaran zo sa tangi nangshi rangi dubu jube yonde dume shiden cheba se to kwa tende chiki tona samlo ta yondu ta nganzo lam rin la kibu dringda tumo lam ke lo jongsu di ta ngepar to ke chenpo yinba kibu chenpo lam ke lo jongsu di la ti ngaru di kibu dringi lo jongsu ngepar to drogu gu yoba rwa kibu chungu ki lam ke lo jongsu kaga kibu dringi lo jongi ki kansa kaga kibu chenpo lam ke lo jongsu kansa kaga kecha remindwa digi tingni kibu chungu ki lam ke lo jongsu kibu dringi lam ke lo jongsu kibu chenpo lam ke lo jongsu lam ringi namsha digi lam sumgi namsha di kibu chungri chensumgi lam ke lo jongsu di kansa chik changgewe ke lam ke rinpa tengudwa tengudwa cheza ta dende ta nganzo la cheza dende ke tone ta tekwa chenpo lam ke rinpa la chanchu ke lo jongwa la ngeba to nginjung ke samba mena yuanya khurang yomaro kwa la ngeba chungde ke samba che mena yuanya khurang yomaro shidenji cheza nenga lam ringi sumbe ke sumbe che chenru chensumge lo jongsu de nenga chenpo yinpa ta tenzo ke tengu yore tenzo teni kochokuduwa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段呢，就是作为治国众多功德所依基础的这个独觉入道的现观呢，是独觉地的这个性相。那同样呢，我们只要把这个声闻或者说大乘放进去呢，那它就是大乘的这个道，或是大乘地，或是圆觉道、圆觉地的这个性相。因为一般我们如果不加上这个特别就是三乘哪一道的时候呢，只想说作为治国众多功德所依基础呢，那它就是道的这个性相，或是地的这个性相。那所以从这一句话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像是广论里面或是道次第里面呢，讲到共宗师道呢，它就变得非常的这个重要。为什么叫做共宗师道呢？也就是你要修学上师道之前呢，你一定要有所谓的共宗师道，也就是假如说治国众多功德的这个所依的这个基础。你想要有上师道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有共宗师道。同样呢，要升起共宗师道之前呢，你一定要有共下士道呢，作为你的这个所依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在讲到道次第里面呢，所谓的下中上三世道呢，它并不是说不同的普特伽罗它如何来做修持，而是说我们在讲下中士、共下士道、共中士道还有上士道呢，它是同一个普特伽罗，一个普特伽罗呢，它如何从凡夫呢修学到成佛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次第，所以是指一个普特伽罗。所以我们想要修学上师道的话呢，修学菩提心之前，一定要经过共中师道嘛。所以你没有升起出离心之前，你没有把出离心呢作为你菩提心的这个功德所依基础之前呢，你是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了解的。pena dode ngazo wara nasi la sombe kolo tangbo chagwe pumbore la sombe kolo baba yangba chena sombe kolo tama konde ne sombe kolo pada somge keje shegi yowa chezang konde ne sombe kolo pada somge di yutade ge ondo chene sombare kolo tangbo de chendo ni la sombare chotamje rangi tsingi ge chuba de yongar babe gazo chotamje rangshi ge madruba de yongar kolo baba di chedo je de uma bala sombare kolo tama de shawayin ru temba chuba de kunda temba madruba sombare duja semzambala sombare kansa gyutade ge ondo chene sombare tandang aranzo kibu sumge lamgi lamringe namshade kansa chik changge we lamgi rimbala lo chongsu shilwar tenenga chik tere chetan ta digi tongne anzola nyamlengi kwal ta tenzo kanga nyamlengi samlo tangne anzola nengala jagoya chik nenga tenzo nyamlengi nengala chane samlo tangdan ro chore na joba keja mare ro otire ta nyamlengi nengala jado anzo samlo tenzo kanga nyamlengi nengala chane samlo tangdan ta anzo 동반이 검거야. 동반이 검마데 간주 폭도니 동반이 가르치는 간주 쪽도 검투고 민도에. 잔주쌤 검바이네 잔주쌤 간주 쪽도 가르치는 간주 검투고 민도에. 아, 아니 다음에 봐 검바이네 대신미다 쪽도 있는 간주 믹스간에 배 우죽 때문에 배 템보지 가르치는 검투고 민도에. 툭사때 될라 투디. 인중기 삼바데 메나 아니 다음에 봐다 미다고 검베데 칼 가고 차고 예사와. 세상 ኳ랑 에버 중데기 삼바데 랑시 메발레인데 다 ኳ레 텐데기 삼바 쩌마 마임바지
他这个前头个怎么三头个怎么买不起来个，前头个三把怎么买不来呢？前头个他团队人团队个三把怎么买不起来？他了点呢，俺大美公巴就怎么公头个三把怎么买不起来用个儿？他了就大美公巴呢，这东北人公巴呢，这长春省公巴，这把新都人点不起来土有啥吧？其实第俺这个让个职务就别人都没时间吃吧，谁的？早晚土啥的研究个三把了土对吧？哦，第个点呢，俺说了考啊，点的是。点点有啥了？第一，都当然说严重的上班了，花了俺把军队给根本顶的，土木给落江水的，俺把都怪啊，第一啥嘞？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像是三转法轮的时候，三转法轮呢，我们会说哦，在初转法轮呢是在瓦尔纳西，就是在鹿野苑这个地方呢讲述初转法轮。那在灵鹫山呢转了二转法轮，那三转呢是在舍卫城转了这个三转法轮。那所以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三转法轮这个手画机的时候呢，初转的时候在瓦尔纳西呢转初转法轮的时候，它最主要针对的手画机呢是针对经部还有有部的这个手画机。那二转在灵鹫山的时候呢，最主要针对呢是中关中的这个补特伽罗。那三转呢在社会层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它最主要的这个手画机呢是为世中的这个补特伽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这边呢就可以知道说，三转法轮呢，它的手画机，它的对象呢是不同的这个补特伽罗。那不过呢，我们在讲三世道的时候，三世道它的手画机呢，它是指一个有情，针对着一个有情呢，你该如何的乘风次第呢去做修持的。所以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就是以我们本身的修持，就是以我们修持呢来做这个讲述，并不是以这种讲说方。就是我们在修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说，那这个差异呢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就会去说，那我在修持的时候，比如说哦，我去观修的时候，为什么我去修空性的时候呢，我修不起来？或者说呢，我去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修不起来？或者说呢，我想要修无我的时候呢，我修不起来？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对于说自我众多功德的所依的这个基础呢，出离心，因为我们心绪当中没有升起真实出离心的缘故，所以这些功德我们无法升起。为什么？因为你唯有升起了真实的处理心，真实的处理心是什么？你想要脱离轮回的这一颗心，你想要升起了真实想要脱离轮回这一颗心的时候呢，你才会想要真正的去寻找说，那我脱离轮回的方法是什么？那了解了脱离轮回的方法之后呢，你才会专心的呢去修学，无论说像是无我也好，或是空性的道理，乃至于菩提心的道理。你没有菩提心呢作为基础的时候呢，没有出离心作为基础的时候呢，这些是永远没有办法升起来的。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就了解到说共中世道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假使我们心绪当中升不起出离心的话，那后面我说我想要通达空性、通达无我，还是升起菩提心，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才讲到说，作为自我众多功德的所依基础呢，那我们指到最后呢，就会把这个所谓的众多功德的所依基础呢，就是指着出离心。其实研究的上把这个点呢，可呀，就差不多呢。yang nganzo ki kange se ki thamlam chenpa chi re do thalam chenpo chi kharisa na nganzo na da khasan nganzo na maso na thamedik ba mangbo chi zo na thamedik ba mangbo yo ya chungjung la pa be chungjung nangmi chi la pa be nangmi chi mingi la pa be ki thamedik ba michi ine michi la pa be korang korang thamedik ba mangbo chi yo de tiso kanga kamsung koe rang shi re samlo tang na deka rang re do da 아니 코 랑심에 뭐 코에 랑심에 코에 랑을 잠만 듣지마도 가와요 그래서 랑심 기 강에 가르쳐 봐이나 고 총중 차로야 기 된데 삼로 연구도 와 제자다 딩만족이 칸에 시야 잡으러 당 년중기 300기 때문에 삼로 야보지 다 제자 딘내가 좀 쇼지 인사래 제자다 사스 코랑 년중기 삼바 코랑나 사스는 자도와 제자 살라 때는 지신기 로돌라 소바 강가 살라 때는 연구야 된 살라 때는 제자 딘낭신 전에 디 연된 투미 시딘 제바세도 연된 투만디 안 연주게 삼바잖아 초 사그레 다준비 두고도 코카 만족에 다준비 두고도 그래 소람만 도그래 졸람 도그래 고람 도그래 코 티치고 마인 바지 소람 도그래 안에 초 사그레 디바장그레 아니 배디 개업 사그레서 코 티자 마인 바코 연중게 삼베 땡니 코 드부 연된 투마 칸데스 도고도 코 연된 투마 타투네 다준비 두고래야 뚝땅 칸데레도 와 어때 델라 코아차 촌나 아니 냐버 야보 인사를 빼나가 좀 나도 지나
望着不去那样的，安尼上等不那破王上王先王，安尼七王是的，七王的了，安尼看着都往西走吧，我这个多啊。他妈，俺给咱们来通过去，俺们的修管的送的，没路被送去给把都，安尼植物突出的恰张，植物我吃吧去个多送去，谁的送去没路被送去了，扩大吃吧去，看住全那安尼七王拖把的是来个多啊。现在第那些钱呢，谈到俺做个这个跨入，这就俺做个上路当过来的，这个怎么样被团个，俺做俺两个上路的扛突突去，啊嘞，但是第两个的得了突一下，第两个的得了突一下，他妈得了，他第没呢用啥嘛哇，他俺做了研究的上班去没呢，俺卡不来多，他研究的上班的俺把都过个多啊，谁呀去？好的得了，俺过南里马达让达的，啊，南里马达让达的，是吧？我听的。我的你，俺说胸前搞不俺打出的，那么被打不过来，对不起，人们都话，我的天天是，我的天天给他呢，上了当月的，让给上给杀，他杀了人呢，让给说给杀的，怕被杀死，他说给杀死的，当面我说的马桶啊，说起来搞的，鸡蛋给钱呢，当面我说马桶给杀的了，说给杀死。他谈到搞是爸爸讲呢，说起来真的这个，东昂我说的马桶给马多被给杀的了，说给杀死。说起来真的给东昂我说的多被杀的了，怕被杀死。怕把是的，说起来真是给东昂我说的马多把了，多被开把都怕怕。大面我说的马多把了，多被开把都怕怕。哦，都是现在怕怕噻，都出来。真的这个什么大噻？咁即等于往時的盤往安尼上往先王，先了西往啊，那拉萨王，这王。拉萨。那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了解到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出离心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讲到说地呢，地它所指的就是出离心嘛。因为透过出离心呢，作为一切功德的所依呢，我们才能够产生做动功德，才能够获得这个果位。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在口中讲述这个出离心，而不是呢，就是心绪当中呢，能够真实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呢，那像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像以一个团体或是一个中心来说的时候，一定会有彼此不和的这个状况，乃至说呢，我们把范围再缩小，家人呢也会有彼此不和的这个状况，乃至说这个家里面呢只有2个人，那也一定会有。偶尔呢也会不合，或者说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说啊自己哪里怎样怎样，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这个痛苦。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思维到说为什么会感到痛苦呢？因为这个就是轮回的体性嘛。我们不会了解到说这个是轮回的体性，轮回体性就是苦的时候，当你真的了知轮回体性是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升起真正的这个出离心嘛。那也唯有就是我们真的了知到说，哦，轮回的体性本来就是苦的时候，所以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呢，我也不需要特别的难过，特别的伤心，因为既然身处在轮回当中，这个都是一定会遇到的嘛。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就会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好。就是这是我们要从内心呢，就是升起这样子的体会，内心真的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呢，才能够感受到，才能够了解到他为什么能够作为治国众多功德的这个所依。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只是在嘴巴里面讲到说啊，出离心呢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我们要是升起出离心呢，它能够集资粮，能够呢断除这个罪障；升起出离心呢，它能够让我们就是承办资粮道、加行道、见道等等的时候呢，如果只是口中去讲述的话呢，那其实对我们内心呢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体会。但是你真的能够了解到说，为什么出离心它是能够成为治国众多功德的这个所依？为什么要有出离心呢，才能够承办果位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好好的呢，想要在心绪当中升起出离心。那就像说呢，我们在修学密法的时候呢，那密法我们讲到说四灌顶嘛，那四灌顶里面讲到说像是品灌顶、智慧灌顶、秘密灌顶，还有聚义灌顶。所谓的聚义灌顶是什么呢？聚义灌顶呢，就是你如实了知灌顶的这个内涵的时候，你如实了知它什么叫做灌顶，什么叫做密续的这个精神，它的内涵，你完全通达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获得了聚义灌顶。获得聚义灌顶的时候呢，也就是能够获得呢无学双运的这个果位。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只停留在口中的讲述或是口中了解，而是内心真实了知的时候，内心能够完全体会的时候呢，那就能够获得第4个就是居一灌顶，在灌顶的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了解到说，为什么呢？我们要修学道次第呢？
因为你了解到了出离心的这个重要性的时候，你觉得说，哦，其实并不是说我学完五大论之后就够了，就是我即使学五大论之后呢，我还是要回过头来呢，好好的修学道次第，因为修学道次第时候呢，它才能够让我如实了知，说我从最初的功德之后呢，那我该如何慢慢的增上，最后承办我所需要的这个果位。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独觉地的这个现象。那就讲到说，独觉地呢，它又分为两个，那就是独觉的异生地，还有独觉的这个圣者地。那我们一般在讲说异生地跟圣者地的这个差别呢，就讲到说，就是哦，是否有获得这个现前通达无我的这个道嘛？就是所谓的异生地呢，就是没有获得现前通达无我的道呢，称之为叫做异生地。那现前通达无我的这个道呢，把它称之为叫做圣者地。那不过这边讲的是独觉的异生地跟独觉的圣者地嘛，所以独觉的异生地呢，就只说尚未现前通达呢，设外境不成立的这个道呢，那这个时候是独觉的异生地。那什么时候呢，能够现前通达呢，设外境不成立的这个道时候呢，它就是圣者地。那圣者地为什么称之为叫做圣呢？它比凡夫地或是异生地呢超圣的缘故呢，就是因为在凡夫地的时候尚未先前通达。那何时能够现前通达呢？就进入了圣者地，也就是呢，他由此超胜凡夫，就是能够现前通达超胜凡夫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圣者地。哦呀，念的随喜随喜，你讲的太多，那么多全部都是翻译，恰当就是偷那个东西，被忙不了解，随喜偷几切，哦，对对对，아니 단다디 가르쳐 제가 당한저 파파스데 다음에 무슨도 통한테 파파 다음에 무슨도 또배 강사데 파베 칭이라로 하는 간주 저래나 저도 신간하게 파파데 저제서 당분 간주 제문 그 니에자 신간하게 파파 주지 다음에 무슨도 또배 강사인 바다 파파 임비지 아뭐 신간하게 파파 말을 아니 심지 파파 많이 나니 신간하게 파파데 돈 키데 시미를 어데네 저 그래 那就这边讲到说呢，就是所谓的圣者呢，它就是指说能够现前通达无我的补特伽罗呢，称之为是圣者。那不过呢，在藏文里面呢，就是圣者的这个音呢，跟猪的这个音呢是一样的。所以昨天呢，在跟小朋友他们辩论的时候呢，那就看到说，哦，要现前通达无我的补特伽罗呢，称之为叫做圣者嘛，就是跟这猪的这个音是一样，就叫做帕巴。那就问到说，哦，那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猪呢，它是不是能够先前通达无我啊？因为呢，它是这个帕爸嘛，它是帕爸，那它是否能够现前通达无我？那就问说，那它如果不能够现前通达无我的话呢，难道它不是帕爸吗？那它如果不是帕爸的话，能不能它是猫吗？还是狗吗？所以就会有这个文字上的辩论产生。你们想学藏文的话，帕巴，是等的是可是可是甚至是吧？让圣者。甚至甚至藏文的名字是帕巴，那猪八戒猪的名字是帕巴，那个声音好像声音帕巴，啊对，就是大家如果想学藏文的话呢，就是圣者的藏文呢叫做帕巴，那猪八戒的那个猪呢，它的藏文呢也叫做帕巴，就是他们两个音呢是一样的。嗯嗯，아니大家看的，但是呢，它的声音虽然说是一样，但是拼音呢是不一样的。嗯，哦，对，嗯。다 되네 야 랑기 사기 소기 파베사 다 년도단 다스 년도단 달루 다당디 칸데레스나 다 년도기 소기엘야 년도기 총람 가자 랑기 년도기 년도라이나 년도기 총람 존람 년도기 소기기 사르와 디나시 랑기기 소기기 살라 랑기기 총람 아니 존람 어다 니요바디 치바레스 아니 총람이나 총람나 충딘 쳔솜 아니 존람리나 트르츠모소바 초조시 念对了有了，第那些人家了呀，从他们中间钱送，俺那大家那些，哦，俺那叫他们啦，俺那车这么说吧，人家给叫他们车这么说吧，瞧瞧是，哦，他都是解决的，他第家当的呀，他都是来啥东西那些，那不是，所取的东西给多啊，啦，没别个，团中给落的，从他们给那个。所取的东西给多了，没别个团中给落的，团中的三中的工，从他们给那个所去。
다 되네 소치르 든지기 안에 동안라 미비 곰중기 로디 랑기 초람바디 안에 소치르 든지기 동안라 미비 곰중기 로디 카드 톱서나 랑기기 졸람 토바레 텐데기 랑기 졸람바디 안에 아야 저쯤 서버 초조실이야 안에 소치르 든지기 동안라 세낭 치중기 켜봐요래 다 디더기 아니 소치르 든지기 동안 든지수기 도베기 동안라 미비 곰중기 로디 실라 송데 수치르 든지기 동안라 미비기 실라 송데 카드 톱나 테네 랑기기 졸람 토바치 졸람디 아니 든지수기 도베 로디 아니 무슨게 오남 주바나 아니 토람 토바치 도즈 조당 다 년되다 조당 년되다 자 세디 예와치 예츠디야 자와라 고고레 이루 이위기 츠데야 나 된기 차니 아니 고야 솔람네 졸람네 야 타뚝당디야 아니 자와라 고고레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出者与声闻相同，就讲到说，我们讲到说，就是分类分成独觉的异生地，还有独觉的圣者地嘛。那独觉的异生地呢，同样呢，它又分为就是独觉的资粮道，还有独觉的这个加行道。那独觉的这个资粮道呢，它又分为这个上中下三品。那独觉的加行道呢，又分为暖顶忍世低法，所以这些呢都是如同声闻一般，就是独觉它在这个分类上呢，就是和声闻一般。那除了说在声闻分类上和声闻一般之外呢，那其实呢，它在修持的过程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是在资粮道的时候呢，它就是对于这个摄外境成立的这个道理呢，摄外境不成立的这个道理呢，它去做闻思。那在资粮道的时候呢，升起闻思。那什么时候呢？升起修道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说摄外境不成立的这个摄外境不成立这一点呢，它能够何时呢现起这个止观双运的时候呢，那就进入了这个加行道，就是从文会、思会，然后进入修会。那在修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虽然说他已经能够通达摄外境成立，已经心绪当中升起通达摄外境不成立的这个道，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办法现前通达。所以在暖顶忍世第一法这4个过程当中呢，他对于说摄外境不成立的这个明显呢是有差异的，因为它是透过分别心的方式呢去通达。那什么时候呢能够现前通达摄外境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才会从加行道呢进入于这个见道。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出者与声闻相同呢，是指说独觉一生地呢，无论说它的分类也好，分为资粮道跟加行道，乃至于说从资粮道进入什么时候变为加行道，那它暖顶忍世第一法是如何增上的这些过程呢？那和声闻道呢都是一样的。我大的，但你把你是rangi dribur gyube yönden tümen şidin cebe rangi pabay ngondo ta rangi paba ta suçuru dünzü ki doğan usumdu kadı toba yina rangi pabare te tabi rangi paba de rangi dribur gyube yönden tümen şidin cebe rangi pabay ngondo tes ane rangi pabay say sini stela yana tolam sumyüz ta de şage ma çoğu yor maji dingle kiranzo tiwa yöne tiwa çingi jici teni yanga jik to sol to yor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这个独觉圣者地的这个性相。那就是独觉圣者地呢，他讲到说，作为治国众多功德的所依基础之独觉圣道的这个现观呢，是独觉圣者地的这个性相。那同样呢，也是分为见道、修道、无学道。那就是今天因为荣切等下还要去参加一个法会，所以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那不知道说大家对于说今天的内容或是平常有没有什么问题呢？那都可以提问。有问题吗？cerco marda tirando cerco è chini说我们觉得说大家在问问题上面呢，就是不用不好意思，就是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提出来。仁波切，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独觉地的分类的话，它分的那个独觉的异生地和圣者地的话，它是一个独觉，它不同阶
不同阶段的一个分类，它并不是说两种不同的那个独觉，是吧？거기에단다 니트기 랑제기 사낭로디 랑게기 다 파베사당 랑게 소지기 사니디 샹도아 에네 디 소지기 사당 파베사서디 다 공기 또박이 제박되기 이와제데 마도 에네 소 랑게 코랑디 소지기 리당 파베기 리데니 카카치와 마인바르베세 啊，干的是，嗯，공기 이어서디다 강사지기다 공기 주네 에네 강다 수진체육이 동화되기 원순도 또마 또디니기 제바 샤이나 메나 강사미저 등지 샤고이나세 马上面这个想要嘛有嘛，年对的这个年对是的，鸡蛋让给是的，安尼是的大部让给是的，超出给让给是你要了，是的大部让给是的，安可能你是安尼你超把现的伢都没着给，所以说这部上来给多帮我都确定伢们确定你这用过了吧？这张安尼是让给了是把他们在那边先给当完了嘛，对吧？让给长久我都切土嘛，都给这些个了吧？디 마도 먼저 랑게 세야 되나 그 솔람도 가자 소게 깨워다 파파 세야 돼 그런 간사 찍 내가 랑기 그 다음에 무슨도 마도 베네 가서 소소 깨워 무슨도 또 베네 가서 파파도 전에 줘주래 那就是我们这边在讲到说，就是在讲到分类，就是有独觉的益圣地跟圣者地的时候呢，那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同样可以是以一个普特伽罗来说，就是这个普特伽罗呢，它在尚未现前通达设外境成立空的时候呢，或者说它尚未现前通达设外境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称之为叫做独觉益圣地。那等到它呢能够现前通达设外境成立空的时候呢，那它就是独觉的这个圣者地，这个普特球就变成独觉的这个圣者地。那一般我们在讲说独觉分类的时候呢，以独觉它的这个它的该怎么讲呢？它的功德或者说它的这个作用来说的时候呢，是会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就是麒麟玉的这个独觉。那麒麟玉的独觉呢，就是说他在修学就是地道功德的时候呢，他不想和别人一起做修持，他就是永远就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去修持的这一种叫做独觉玉的这个麒麟玉的独觉。那一般我们所讲的独觉呢，就是指独觉，它为什么称之为叫做独觉呢？它就是独觉的意思，就是独自觉悟嘛，就是他在最后承办阿罗汉果位的那一生的时候呢，他是不依靠善知识，然后希望能够透由自己呢，独自呢能够承办果位的这种呢，把它称之为叫做独觉。所以这是独觉它的这个在分类的时候，就是有这两种分类。但是我们在讲说独觉的益生地跟圣者地呢，就是指说一个普特伽罗，它是否有现前通达设外境成地空。哎呀，安尼打我的那了，哦，明啊，白了，谢谢仁波切。那我们就一起回向，那将今天所有文法的功德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法王中华大圣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长。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以及所有的持教大善知识，发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说他是否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他是否为佛教徒，那我们也祈愿他们都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疾疫。那总之呢，就是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一切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都能够早日成办佛果位。
下去，让别把我记得日看吧。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精进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是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为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学引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天津甲臭尊，莲足坚住直至三有智，至心显密教法册，善持为生顶上言，智慧离障事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贤惠教法明灯十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就近，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自他尽罪而极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具安乐，一切恶趣恒时空。菩萨任谁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老师念到了，多谢大家。拉手人切图钱囊，谢谢大家。